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认知。基隆条件公园长房山交通部长讲是地动，搁再落大雨所引起的，要若清走一寡土石啊，按算11才会当通车。辉达创办人黄清芬讲，未来5年无排除伫台湾打造一个设计中心，尚无请1000个工程师，要若地点是也无来回应。苗栗有一位乡代表发现讲，连10多年药酒内面的海马币拢是塑胶做的，专家认为这毒素可能已经拢啉落去啦。基隆北宁路条件公园路段长房山交通部长李明干今日有去视察，强调这放落来就可能是因为地动搁再落大雨所引起的，也因为这放落来石头有较大粒，就爱崩互破，山壁也爱修复，按算11才会当通车。交通部长李明干透早就去指挥中心，听公路局的简报，要来了解目前作业的情形，了解当地地质的结构。因为基隆北宁路条件公园的路段发生大面积的崩山，崩落来土坝差不多有12000立方公尺。不过，这个路段是属于并无明显无稳定现象4级的边坡，过去捌发生过小规模的落石，不过迄当初有做处理。4月初3花莲大地震了后，嘛无发生小规模崩塌的情形。那这一次的研判是因为地震再加上豪雨，那造成比较深层的一个崩塌。怎么样加强监控？后续我们会请公路总局做相关的方案的这个研拟。公路局透过空翕机的影像，做3D 建模的影片，重现崩山事故的现场。土石甲车路抬起来，还有受到牵连的10架车、甲2台奥拓摆，还有边仔相关的景象，拢有呈现出来。这对后续要修理车路嘛有帮助。要若测试早起，公路局派大型的吊车，甲吊伫内底的车一只吊出来。李明干强调讲，受损的车会由公路局后续以天灾或者是相关问题展开各部的听书，而且会赶紧修理，互路会通，减少民众的不便。尽量要把这个路赶快把它畅通开，这样的话，大家不管我们当地的人还是周边的人，交通能便利，这是最重要。基隆市长贾国良中昼嘛利用议会总结顺休困的时间，搁一家去现场视察抢通的情形。因为崩山地点的沿线山壁是沙野岩，边坡不稳定。有市议员质疑讲，这个所在永过就捌发生过土石崩塌，公路局干那做护栏，并无积极改善地质不稳定的问题。就我们看起来现在今天发生这样的状况，就代表其实维护措施可能做得还不够。对于我们基隆市本身自己在养护的部分，那我们一方面来用防灾准备金来进行救灾，也用我们自己的预算来去做56亿这个比较危险的地区的一个监测。另外，在崩塌的现场附近有一粒小型的油槽，渔会烦恼会有石头落下来，造成危险，把派车来把油箱抽出来。上面是这个计时，我们也怕说到时候有什么闪失或是意外，所以我们先把油抽走。面对大面积的崩山，公路局强调讲，因为真侪大粒的石头爱先分解，加上边坡危险，会先甲边坡表面做初步的处理，确保基本安全。结果以每一天超出2000立方公尺的土坝为进度，按算11恢复双向通车。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基隆条件公园，这山壁无长无直崩落来，就专家指出讲，这本地就是地质的敏感区，山壁加又个风化明显。学者指出讲，这带山壁有各种的必损，将有可能是地动了后离个较开，加上落雨，这雨水渗入去内面，才会规个崩落来。这个所在的报道真惊，海大学者指出，早就已经防地组落石高风险区，地质是有环向破裂面，山坑背后也有真侪冲涌这里研判是真正发生的地动，虽然强度无大，也毋过加减会互必顺扩大，佮加上连日大雨，所以造成山崩。水从上方进入我们的这个逆向波的后面的裂缝里面那这个水压的蓄积，它需要时间。水压的蓄积之后呢，就会比较容易把边坡推出来。崩塌地边仔的边坡会当看到有时不看到，也毋过详细看，其实也有进行过挂网喷浆稳定边坡顶工程。地质学者认为，规片青年龄其实是假象。这次的崩塌地点是会骗人的，砂岩的逆向坡不应该那样一片绿油油的表示它已经高度风化了，岩石已经腐朽了，那个强度降低了，所以当然会找个机会会滑下来。
专家指出，这个所在是沙邦甲地骨地质敏感区，是日向也是社交部。虽然进行过标站护保加种树啊，也毋过感觉颠倒风砍掉的，较歹观察表面水系变化。另外也指出，加拿大地面巡检是真不足，应该搁爱用航照图加空气机监测顶边部的变化。我们用无人机搭配 AI 科技，进行所谓的坡顶人工边坡滑动面的一个判识呢，辅以所谓的人工巡检，不能单靠人工巡检。先做地质调查，那上面坡的这个岩块我们会用盐酸去固定这个边坡坡面的保护，然后把这个坡面稳定下来。学者指出，10多年前大石头连伫北陵路了后，只要是雨量超过60毫米就会封路。也毋过这摆山崩煞伫无好状况发生，显示这会当透过加强巡检来应用。尤其伫风台也是大雨过了后，更加爱提悬巡检强度。记者综合报道。伟达创办人黄金芬今后出席台北国际电脑展，外界把这焦点放伫咧伟达，按算未来5年要伫台湾打造设计中心。要若这地点呢，黄金芬伊是无正面回应。不过黄金芬行到方北单位的时阵，也和鸿海集团董事长刘永伟就会宣布要伫咧高雄设先进算力中心。伟达创办人黄金芬最近伫台湾造成 AI 风潮。才是黄金芬去台北国际电脑展览，引起台湾媒体的关注。未来5年，伟达无排除伫台湾打造设计中心。Excellent engineers, great technology, excellent work ethic, great spirit. It's a fantastic place. So I'm looking forward to expanding our site here, and I'm very much looking forward to finding a nice site. 黄金芬讲，有关设计中心，希望伫台湾找到一个好的地点，为伟达的员工打造美丽总部。嘛放出要招人的消息，按算会请至少1000个工程师。这个消息一日出来，县市的首长嘛向伟达要求。产业的转型以及教育创新的密不可分，台北市都已经准备好了。站在地方政府的立场，我们会把台南最好的一面，把这个相关的一些资料提供给他们。黄金芬扩展台湾的据点，唔那设计中心。当伊去鸿海集团下底鸿北科技单位的时阵，鸿海集团董事长刘永伟亲身来接台，因共同宣布讲，要伫高雄建立先进算力中心。Largest AI data center in Kaohsiung. The largest AI supercomputer in Taiwan today is in Kaohsiung. A company belonged to Foxconn helped us build the data center and host our supercomputer for us. NVIDIA 的伙伴要来高雄的话，我们都绝对的欢迎。高雄投资的先进的厂商，我们都附送3个船位。黄金芬的行程是真晚，第召开全球媒体问答会进前，一个关起联发科执行长蔡立行主题演讲，两个人做伙展现 AI 的技术。If anyone here does not recognize this fellow, you have not paid enough attention to the AI world. 讲到 AI， 黄金芬讲这是新的世代，对黄金芬伫台湾的布局，嘛搁一届互全世界看到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国际电脑展今开幕 ，Intel 执行长季辛格演讲时阵有讲到 ，Intel 会和台湾的同伴合作，搁再改变世界。季辛格也强调，目前晶片有10亿个电晶体，未来甚至会到1条个。啊，若讲到咱的总统赖清德提出的时阵，伊也表示会号召厂商做伙来打造 AI 智慧岛。Intel 执行长季辛格测试伫台北国际电脑展览做主题演讲。一个开场就用华语甲大家小酒问，讲出 AI 未来安怎伫资料中心、PC 的运用，开创新的可能。AI continuum from semiconductors through products, and that starts with the Intel Foundry. And chips are the heart of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he world needs more flexible and resilient supply chains. And this has given rise to us creating the world's first system foundry for the AI era. 季辛格表示 ，Intel 从1985年伫台湾营运，每年都是第40年啊。用 Intel 甲台湾的头一个英语字母，夹起来都是代表资讯科技 IT。透过 Intel 甲台湾合作，希望会当改变世界。不过伫台顶的时阵，伊嘛反驳回答执行长黄金芬讲 Intel 传统处理器伫 AI 时代会失去动力的看法。Unlike what Jensen might have you believe, Moore's Law is alive and well, and Taiwan continues to play a central role. 季辛格认为讲 ，Intel 当在开发有关 AI 解决的方案，
未来每一个装置拢会变做 AI 装置，每一间公司会变做 AI 公司，世界拢是 AI。应用 AI 的风潮，总统赖清德参加电脑展览的时阵表示，要招厂商做伙来打造台湾，成做 AI 的智慧岛。我们大家共同打造台湾成为 AI 的智慧岛，会持续培养人才，不管是 ICT 产业的人才、晶圆制造的人才、半导体的人才，或是人工智慧的人才。为了实现台湾成做 AI 智慧岛，总统赖清德讲，政府会稳定供电，提供多元绿电。建立台湾的资料中心，嘛要建立超级电脑，培养相关的人才，让人民的生活更加好。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公布，对今早起8点外呢，就23架次的利用将军机配合着军舰伫咧执行联合战备警巡，中共的动作是有影真济。另外，美国媒体也指出讲，美国国防部伫2022年就成立对台高级整合小组，要来提悬对台湾军事援助的效率。另外呢，这台美国防产业论坛初6会伫咧台北举行，今年计共有27间的美国国防厂商会来参加。国防部伫咧随时公布，自早起8点20分开始，总共侦获歼16、运8加无人机等23台次的强机了台，来配合强舰执行联合战备警巡。伫初3几工，由8台强舰、4台中国的海警船加19台次的强机伫台海周边活动。面对强军继续的侵扰，根据美国国防新闻周刊的报道，美国国防部2022年就由副部长史克斯成立一个秘密的对台高级整合小组，主要伫咧提悬对台军援效率一个协调的工作。报道内面讲，这是5角大楼第一遍为非战争伙伴组建高级的整合小组，反映出美国政府对台湾战略的重视。用意就是快速打破美国各个行政机关，包括国防部、国务院、国安会等等的这种协调工作，国防厂商这种生产的速度，来快速交付台湾的这个所需的防卫武器。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是有告讲，将会审议一项预算法案，其中包括提供给台湾5亿美金的外国军事用资，也个上济20亿美金的贷款加贷款担保，来强化台湾的协作力对抗中国。外交部感谢美国国会友人持续展现对台支持，也将密切关注该法案的后续进展。去年由前美国太平洋陆战队司令鲁德所带团来台湾参加的台美国防产业论坛，初6再一遍伫台北进行。美国国防承包商的规模自25间变做27间，包括洛克希德、马丁、雷神、贝尔，也个无人攻击艇公司。伫访台期间，将会拜会政府高层，就无人机、军工产业加相关学研交换意见，并且计划要参访中科院一个汉翔公司。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无放弃要用武力来还台，专家也指出讲，若真发生战争，中共将有可能指挥平常渗透伫台湾的帝国枪队，针对台湾关键基础设施进行迫害。就官员指出讲，伫台湾的帝国枪队人数是愈来愈多，甚至有立委来讲吼，可能有来90万人。呼吁国安单位应该爱建立相关的风险标准进行管理。面对中共新冠台海紧张情势，国军伫咧去年的汉光演习，特别针对台北车站甲炼油厂等关键的基础设施加强演练，防止伫咧战争的时阵，伫中共的帝国纵队渗透破坏。目前伫台湾的帝国纵队人数有到4-5千人，包括来台湾的中国人、中国籍的配偶，伫台湾发展组织，由个人甲恶道帮派被吸收。若是两方发生冲突，这个人恐惊配合中共的执行。有立委也警告讲，伫战争时阵，高风险族群的人有要到10万人。针对这些基础建设，增加我们的设备能量，还有投资，才可以确保说，不管他们在台湾，不管你所谓他们的这个敌人的协力的这些单位人数有多少，我们都能够拥有更好的准备。我们现在的这个基础设施，每次大跳电、大停电，不是都是松鼠、小鸟或是一个椅子碰到什么，这些都是可能的第5纵队，政府要好好的去做。第5纵队不同时伫台湾进行渗透、占卜，对台湾攻击的手段正多元。唔仅只是武力的压制，也佫包括操作认知作战、发动网络骇客攻击。具体目标是锁定中油、台水、台电、便宜、科学园区、通信传播等国家的关键基础设施。
伫目前全台湾差不多有300外所在。国讲有注意到强军的目的，也做好反制手段，甲1年期的义务役达入宪兵，做伙来协防，配合保利总队宪警联手，强化防卫部署。那么战时会由重要目标防护部队来进驻，负责统筹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单位之内的保警、民防团队以及特种防护团等等单位，来确保设施的安全。主要的系统停摆的时候，你能不能够有备用的系统，让它立刻接手运转？那你会需要机动性，比方说可以在发生状况的时候，很快的去归因它的那个就是了解它是怎么回事，并且快速的去修复或者是快速去应对。学者分析，第5纵队不是反台主要战略，是制造社会动荡，减弱台湾民生士气。行政院国土安全办公室也发动无剧本的演习。针对网络骇客，第5纵队可能攻击人员、政府机关、台积电，强化紧急应变的防护能力。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屏东恒春半岛附近的海域呢，最近有规大阵的鱼缸龟伫海内面游，吸引真侪畅水游客来遮欣赏。不过也有人发现讲，当地的渔船呢有掠高档外的这鱼缸龟引起网友质疑讲掠了伤过济咯。专家和学者拢表示，这款鱼伊毋是保育类，不过掠伤过济也是袂当的，建议政府爱公开资讯，看敢有需要管制。真侪鱼缸龟正整齐向同一个方向伫游，那亲像风暴共款的景象，本来是敢国外才看会到。最近热天伫屏东恒春半岛即块咧，我哪看会到。壮观的画面，佮加鱼缸龟毋惊人，创作的人真介意。不过鱼缸龟嘛是真正快，会当食的鱼之一。去那个定制网场嘛，说今天渔获比较多，说大概会有9到10吨的渔获。进港的时候就看到这个画面，它也算是一种潜水的明星物种。渔民的话，当然进他们的网子不抓上来，好像有点奇怪。鱼虾吨龟只船，详细看差不多拢是鱼缸龟将面带车甲插成海口港的渔船，用烟仔잔掠差不多9档鱼缸龟的相片放伫网络顶，引起网友质疑敢会掠伤济。专家提醒，目前是鱼缸龟大量出现的时阵，若是用网喂掠嘛是爱小责的。这个季节本来就是牛港生为主，其实凡事有度就过犹不及。就像台湾的那个飞鱼，大家一直吃，本来以为都没什么，那个黑鳍飞鱼完全都看不到的，抓大放小，就是适量就好了。鱼缸龟上大尾有大人悬，2017年有钓鱼人伫后壁湖钓走名青鱼缸龟阿牛，引起争议。即马渔船大量喂猎，佮互海产甲海洋文化上重要的争论。学者建议，鱼缸龟虽然毋是保育类，无掠的限制，不过渔业署会当公布掠量的资讯，为产量变化去观察是毋是需要管制。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爱注意哦，有人啉10多年的药酒，才发现讲内面的药材是假。苗栗西潭一个姓刘的乡代表，伊10多年前开8,000块买这药材落去浸酒。最近是啉甲特别大底才发现讲内面的海马、甲钙啦，这补药拢是塑胶做的。学者表示讲，真有可能甲这塑胶的毒素，拢已经食落去腹肚底这中药材是为药酒内底熬出来的。苗栗西潭的乡民代表老孙问讲，伊详细看发现这药材竟然是假。然后这个你怎么拔都拔不掉了，都是这样。海马的撕不开，撕不开。海马撕不开啊！海马的，你看这个，你丢下是有弹性啊，舌头弹起来。这海马浸伫酒内底10多年，规尾还阁电空空，火甲点落还阁有塑胶味，甲怪安怎吸都吸袂断。汤草内底竟然还阁有塑胶，可以是规个硬气。伊讲10多年前伫台中港附近开8,000块甲反来买药贴买倒来浸药酒，想要食固筋骨甲补气。10多年了后，伫要啉了才发现这药材内底竟然有的是塑胶的。空心的，或者是说有一些有一些碎肉的在里面的话，那这个就是正品的海马。实际看真正的药材，海马片落有淡薄仔臭臭，而且尾溜拍拍也一个就断。若鼻甲骨棒等等的汉药材，甚至还阁看会到筋等等的组织。学者表示，一般来讲，动物性的药材比食物性的药材较贵，加上要摕到动物性的药材较无简单，所以买到仿的机会相对较悬。因为其实它用酒精嘛，所以有些塑胶的成分会因为酒精关系溶出来，所以这对身体当然是有不好。建议不要去不明的一个场所或地方来购买这些中药材。是说希望还是走专业性，就是以医生
开出来的方式，那由我们来服务这样的，这样会彼此间拉近。汉药房的业者表示，想要固筋骨、食惊气，会当用食物性的杜仲、无筋草、花香头、甲无果等等食物性的药材，会当来做运用。卖当以专业医师开的药方，找合法药房来夹药啊，才会当确保对身体无败害。记者综合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北韩最近用吊垃圾米仔的假龟，还有发射飞弹威胁到南韩的民众。南韩今仔日就宣布要停止2018年签订的919军事协议，要恢复军事分界线附近的军事训练。也打算月中的时阵呢，伫联合国安理会要来讨论北韩造成的安全威胁。北韩这几礼拜对南韩一直有动作，南韩初时早起召开国务会议，宣布全面终止919军事协议，一直到双方中建互信为止。这份协议是由迄当时担任南韩总统文在寅甲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伫2018年两韩峰会所签订，内容涉及双方停止为军事区的陆海空军事行为。不过南韩指出，北韩早伫去年11月单方面跳掉协议，对南韩国防安全造成威胁，所以去年底南韩已经重新开始对北韩的前线侦察工作。 이러한 조치는 우리 법이 규정하는 절차에 따른 합법적인 것이며 그동안 9.19 군사 합의에 의해 제약받아온 군사 분계선 일대의 군사 훈련이 가능해지고 북한의 도발에 대한 우리의 보다 충분하고 즉각적인 조치를 가능하게 해줄 것입니다. 北韩顶个月2发射军事侦察卫星失败，随后伫礼拜向两韩边境放260多粒的喷射气球，威胁百姓安全。30是向日本海海峡发射10粒地定飞弹，干扰南韩 GPS 甲专机航行。搁伫顶礼拜搁一摆的空飘喷射气球，累计达到3500粒。针对这款行为，南韩计划伫6月中旬召开的联合国安理会上讨论北韩威胁和平安全、甲侵犯人权等问题。 I just want to remind you that Kim Jong-un, the North Korean leader, himself announced the new concept, new policy. He said he will regard South Korea as a foreign country and a foreign enemy, the most hostile foreign enemy. 南韩表示，美日韩三边合作会比以早更加紧密，以维护区域和平稳定。更加无排除中期对北韩的边境公布反制。有专家认为，北韩电线机动是因为统治正当性受到威胁，包括顶5月27展开的中日韩峰会，甲这个时阵南韩甲非洲举行的多边峰会，拢互北韩感觉压力。公司新闻两岸编译。 咱若准备要当自由去讲，就袂当有自由的思想。今年是中国历史天安门事件35周年，这个日子伫咧中国消息，最近伫咧香港呢，这中国又搁一直掠这民主运动人士来抬价架构。香港也已经无法度举办这历史的纪念活动啊，只剩民主的台湾有法度。 关心人权基地民间团体下暗有举办纪念晚会，现场要真济民众参与。咱也赶紧连线互人伫咧现场的台记者郭碧君、高明哲，甲咱讲详细的情形。 是记者今日伫咧台北市的自由广场，今日是6月7日，今年也拄好是历史天安门事件的35周年。民间团体逐年拢会举办这个历史天安门事件纪念晚会。今年伫咧天安门事件35周年纪念晚会咧，是伫咧自由广场举办。即摆等咧舞台顶是参与过历史事件的参与者，伊向大家讲因伫历史事件的记忆甲经验，还有大家是毋通袂记咧历史事件哦。咱若做办单位今年也家己伫 做较大咧，若是讲历史的历史，也呼吁大家爱关注这个中国的人权状况。咱来听因是安怎讲的。过去35年拢未变的这个主题就是，咱会记咧这个历史的事件，记个教训啦。但是这几年呢，阮就嘛是改变，因为台湾社会因为咱民主化甲本土化的关系，所以嘛是足侪人认为讲。 这可能跟台湾无关系，有新的想法，所以这几年阮嘛是伫改变，咱台湾要来看待这个历史这个事件，所以阮即马就用这个第一，就用普世的价值，第二呢，
咱爱认识着讲，这个律师是以台湾为中心的一个国际性的公民运动。民间团体表示，透过这个活动，唔但希望大众会记得律师事件，也爱大家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民间团体表示，中国政府的集权统治在党内扩张当中，呼吁全球的民众斗阵阻挡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因为伫咧现场也会当发现有侪外国媒体到场关心采访。根据主办单位统计，现场已经超过是有1000人哦。另外，伫咧6月13之前，伫咧中正纪念堂内底也会展出律师35周年的展览，收集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的作品，以艺术来参与人权行动。那稍等的8点09分开始，现场也会有摆蜡烛，也有哀悼等等的仪式来关注律师事件，也向当年伫律师事件当中罹难的受难者来致意。以上是来自公视台1台的连线报道。就是过了伤过死时，才会袂记去互拔掉的滋味。讲到这历史天安门事件到今已经是35周年了。台湾目前是两岸内面会当公开悼念的地方的所在。这民间团体也伫咧自由广场举办活动，有真侪伫咧台湾的中国人、香港人拢特别来到这个所在参与。那讲到2020年之前呢，拢会举行律师揭竿集会的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今年是无大型的悼念活动。不过这4号练等，有关有真侪警察伫遐戒备。献青花蜡烛，写留言哀悼律师天安门事件35周年。台湾是当前两岸三地中为会当公开悼念之地，民团伫中正纪念堂前的广场举办活动，不少在台中国人、香港人拢特别来参与。我觉得是要纪念一下，所以就特地过来。我觉得也是一种责任吧，就是我觉得对于要记住历史记忆是很重要的。尾仔登场的暗会以追求民主、无畏无惧做主题，律师亲身经历者、中国海外青年拢出现声援，各伫8点09分进行默哀仪式。蛮在意就是人权啊、民主，没有这些的话，孩子他也不会有一个环境去成长。总统也强调普文指出，纪念律师是因为大家拢有共同信念，只有民主自由才会当真正保护人民。副总统萧美琴表示，除了努力维护得来无简单的民主自由，爱时刻会记一个大地方尊重的国家应该保护人民自由发声的权利。行政院长杜英提讲，会继续记着律师，用企业互相提起民主自由甲人权是一直追求努力坚持的生活方式。北京天安门广场经历严加部署，天安门城楼有药网站也发出公告，律师之工。日关起来，香港警方也强装备伫以早举行律师揭竿集会的维多利亚公园4号为戒备。当年律师进前拢会登纪念岛文的香港基督教周报，时代论坛上新一期头版罕见的留白。小论中写到，最近几年香港社会变化冰天覆地，某一寡人的经历甲回忆显得特别敏感，爱无负历史甲读者，只有将问题化作空格甲一片白来应对当前局势。记者综合报道。前日昨晚引起争议的国会改革法案，有真侪民众去到立法院的4号位仔集合，发起和平的青鸟行动抗议运动，引起全台湾串联含国际关注。落尾全世界关心青鸟行动的人，大家做伙扣钱，斗阵去甲美国纽约时代广场的 LED 看板摔落来。经伫咧6月初4这天，要向国际放送谈话，展现台湾人团结守护民主的决心。伫咧美国纽约时代广场的 LED 看板报上的动画，以青鸟台湾乌熊晶片一寡元素来传达台湾的意向，也透过灯票因仔轻的色水一寡元素，传达台湾民主自由平等的价值。发起计划的海外青鸟公马应援团表示，这个30秒的动画6月初4这天，每5分钟就会播送一届，以持24点钟。另外，因也强调讲，这个计划无代表任何人或者是政党团体，是全世界关心青鸟运动人士的心血，共同打拼的结果，向国际来传达台湾民主价值的坚定信念。讲到立法院的调研呢，继续针对着这华东交通3案，还有打诈司法互相伫咧攻防。立院是强调讲，华东3法欠缺资源、欠缺评估，根本就无法度推动。也那国民党总调保群记就呛讲，这国道6号环岛的高铁，拢是比较台湾高铁 BOT 案，政府无出资金的。不过也传出讲，这国民党内意见未合齐，保群记则解释讲有共识，才来推动。
3万、5万、6万、10万都可以定义，但是行政权在他身上嘛，他如何偏离，当然是他的权利嘛。所以说并无法强制为之的。等待院长你最后说服柯总召，如果不能够说服柯总召，我们就进去表决吧。为了处理原住民保留地禁法补偿条例修正案，调解协商针对是不是符合宪法的争论，那被以人数优势3读通过。补偿金每公顷为3万提高到6万，另是民代甲村里长补助费的法案嘛3读通过，包含增订村里长春节加发1.5个月补助费，聘用助理员也嘛提高。第下市议员至少聘用来人等，议员助理补助费加为民服务费嘛拢调悬。增加弹性来改善过去低薪而造成的服务品质不佳，地方民代及村里长更多的资源，能够让人民享有更好的服务。行政院倒用台车衫请立委，希望紧完成打诈司法审查，搁集中伫花东3大交通法案的攻防。这3个法案，那目前在裁员的筹措，在相关的交通评估都还付之阙如的状况之下，其实真的是非常的窒碍难行。国道6号。打通或是环岛高铁的兴建，都是比照台湾高铁政府零出资，反正我们党内一定会有一个完全的一个共识，我们才会推动。每个法案都会有不同的意见，但当然要互相沟通，怎么讨论呢？民众党团总调吴国昌表示，打诈司法行政院版本有理，绝对支持。不过规范不足的党团原有家己的立场。议会原定审查哪位提案，甲贵国文冲弄立法院秘书长周恩来移送纪律委员会。不过韩国如何有调解唔通过头对立，该交调解协商。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今日搁再3读通过再生医疗法，也个再生医疗制剂条例，简称做再生医疗商法，和再生医疗技术细胞源头有法院庭和管理，确定相关的规范。毋是医疗机构就袂当执行再生医疗行为，也禁止腹肚内面的婴儿提供细胞，违规者上济会当罚到2000万。再生医疗制剂条例制定通过。经过10年推动，再生医疗法甲再生医疗制剂条例，简单叫做再生医疗商法。这是总政伫立法院3读通过，未来会当提供癌症末期、现行药物治疗无效的患者，另外一种治疗升级，同时也会当带动国内再生医疗科技甲产业发展。再生医疗这边事实上是给目前在一般的治疗之外，还有一些可能性的部分提供再生医疗的治疗。卫福部表示，新法规定执行再生技术进程应该完成人体测验，也毋过病患规矩，阁无替代药物的文字疗法，有条件免人体测验。再生医疗甲细胞招揽广告爱用事前审查，细胞来源以生电镜为主，胎儿袂当作为细胞组织提供者，非医疗机构袂当执行再生医疗行为，那无会当处200万到2000万的罚款。因为过去就是被大家诟病的，就是说有很多地下的医疗就没有经过规范，没有经过申请。那现在明定就是要经过申请，这样子可以遏制一些乱象。细胞疗法其实它的费用涉及的非常高昂，那民众甚至倾家荡产来买这样的一个希望。那针对定期公布的成效报告，也应该完善公布的内容，那这样才有助于民众自我把关。卫福部强调，再生医疗商法，立法院3读通过了后，后手会订定相关处罚等配套措施，并今年底进前，保证行政院审期，希望明年新法会当顺利上路。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统计，台湾每10个人内面呢，就1个人结石。高雄市立大同病院和中山大学合作研发 AI 药剂结石体检系统。那准输入这病人的尿，还有血液检验数据呢，就让知影讲伊身躯内面敢有结石，这正确的比率有到90%。这项发明呢，也摕到国际学会上界悬的荣誉。护理师当咧替民众抽血，等一个个爱验尿，这毋那是一般的健康检查流程。即摆有遮的资料，就会当连面知影家己敢有结石。这套大同病院研发的 AI 药剂结石体检的系统，干那输入病患的身悬、体重、尿甲血数字，系统就会当精准的判断病患敢有药剂结石，正确度有91%。目前系统使用1礼拜，已经找出8、9位结石的患者。抽血验尿，我们用这些最基本的一些项目。输入到我们开发的 AI 的这个软体里面，我们就能算出他体内有没有肾结石的几率到底是多少。
根据泌尿科协会统计，台湾10个人内面就有1个有腰子结石，查甫的比例是比查某较侪2倍。台东病院是甲中山大学做伙研发一套 AI 腰子结石体检。过去结石患者拢爱等到会痛才会去看医生，即马有这套系统，会当体检出稳重的患者，用早治疗，减少病患的病痛。高医体系总共大约8000位左右的病人来建置了我们的资料库。那利用这个资料库呢，我们可以及时的把病人的数据输入以后，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病人到底有没有得到肾结石。陈浩伟医生表示讲，这是全球头一个运用 AI 科技来体检腰子结石，这嘛得到欧洲泌尿科医学会肯定。为全球6000篇研究当中，陈浩伟是亚洲头一位得到临床上有贡献奖的医生。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咱台湾人口老化问题是真严重，也若这高龄者的交通安全也引起大家讨论。亲像新北市今年到5月15日，这死亡车祸以高龄者上介济有16个人。市长侯友宜就讲，改善高龄者的交通安全是真重要的。不过民间团体是认为讲，除了甲这无适合的驾驶淘汰以外，基础的设施也爱做更较周至。若这无障碍环境做了愈好势，大家就袂塞车骑奥多摆出门啊。中华进前发生自用小汽车阻挡救护车的事件，画面公开了后，警方追查发现，驾驶是77岁姓林的阿嬷。阿嬷是讲，迄个时阵伤紧张，毋是故意，毋过也是去互警方依法开罚，嘛凸显高龄者交通安全的问题。新北市嘛公布，今年5月15为止，死亡车祸都以高龄者上侪，拢总16个人。高龄者的肇事仍然是重点族群。大安小组已经着手了解、统整所有防治计划。后期对高龄者的交通事故，我们也会做好整个防治的这个作业。根据交通部的统计，最近3年65岁以上高龄者交通事故死伤统计，死亡人数为111年的1283人，到112年1277人，小可降低。不过受伤人数有升悬的趋势，为63767个人增加到71754个人。今年1月至3月，嘛比去年同期增加597个人，差不多3.3%。113年1到3月全国高龄者的一个受伤人数部分到目前为止是总共增加了597人，总共增加了3.3%。死亡人数的部分，这一部分是减少7人，有减少2.2%。民团认为，为交通部的统计数字来看，高龄者车祸死亡人数以骑机车甲行路人上侪，占7%以上。但是要改善高龄者的交通死伤问题，应该先为骑机车甲行路人做起。希望说，可以打造一个良好的驾照回训制度，从设施就是步行环境开始打造，还有良好的公众运输，让他们可以透过双脚跟公众运输就可以自由的出行。吴以前嘛点出降低高龄者交通事故的风险，除了淘汰无责任驾驶，也希望完善基础建设，建立无障碍、无阻碍人行道环境甲公共运输，让高龄者无需要使用私人载具，像讲汽机车，就会当安心出外。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海产是人人爱食，不过讲到这臭草味是人人嫌。最近台南的这蚵仔笼当咧收成，不过煞有一寡住户反映讲，细草这有一块地呢，或者渔民暂时囤这蚵仔壳。不过这蚵仔壳是倒到满世界，甚至囤到外口来，这臭草味，互遐的住户是臭甲挡袂掉。市政府是回应讲，已经请厂商赶紧来甲清走，也会加强辅导这渔民遵守这倒蚵仔壳的规定。路面顶悬蚵仔壳炖甲规世界，远远看才若像一粒山。就算出动山鸟，量也是侪甲清袂煞。这是市府伫四草色的合法区域，通互渔民暂时囤蚵壳的所在。本正规定爱倒伫咧内底，煞有渔民含利边沿路倒去外围。在地居民反映，近来落雨湿淡，壳慢慢分解，地水味走出去外口，臭甲白偏热，佮有好成夜夜飞，永远趁真久，拢无人来清啊。上好是嘛爱有空气口，这是上好啦。但是即摆遇到这个问题，你嘛是爱讲究啊。即摆就是规定伫遮，啊你若倒伫内底，迄拢黑白做的啊，迄烂去啊。就叫臭啊！因为阮咱照规矩安尼倒，可能讲有人落伫倒伫黑白倒安尼啊，啊我嘛是爱个使互捡倒站顶悬安尼。啊，你认为呢黑白倒行为安怎看？安尼较毋好啦。
台南的蚵仔壳估计逐档有1000吨的量，政府参业者合作，设专门一地囤壳的所在，买酒甲交互厂商甲壳再转去花粉研发商品。市府买回讲，因并无放外挂，只是壳爱拍好打，因才通再造使用。因讲已经有参厂商参详调整清运的流程，未来嘛会研究减少气味的方式。蚵仔壳入以后，医生爱甲拍开头，拍开剩伊的水分减少至8%以上的部分吼，才会去再造迄个后壁的这种厂商较过来做其他的商品安尼。最近因为落雨的部分，所以今蚵仔壳佫真淡。吼，阮会尽量这厂商甲这个拍的这个部分的工课，吼来赶紧来做。赶紧把这个蚵仔壳来再造来。目前台南拢总有8合法通倒蚵仔壳的所在，渔港所强调，除了会加强辅导居民遵守倒蚵仔壳的规矩，嘛会搁采告示牌来做提醒。记者李从台南采访报道。讲到五一这个风俗非常多，亲像是食肉粽、炒青、炒虾，这永镜、炒青是较英灵，也有一个挂香芳的传统。伫中华鹿港呢，就有一间200年历史的香店，对30多年前呢，因开始做抓香芳。伫五一节即天要甲民众结缘，因是用手工用纸甲伊包一包包起来。伫即天呢，要互大家感受到过五一节的风俗。店家的手拢无停，无用咧包香芳。后礼拜就是五一节啦。五一节除了食粽，其实还有挂香芳的传统。中华鹿港一间有200年历史的香铺，30多年前开始伫五一节做抓香芳，甲民众分享结缘。他们家的很真材实料，对，很香这样子，它很应景这样子。拄啊开始拗的是，可能是迄个角度捏袂好，啊包几个过了，你就大约知影头要拗到偌大个。嘿，其实这无啥物技术啦，只是讲要有耐心，一工爱包较济，头头包安尼。旧历5月天气湿搁热，过去的人认为是毒鬼、是蠓虫、蛇各种传染病开始出现的时阵，所以会甲中药材、香料夹做伙，做成香芳来辟邪赶蠓虫。即阵市面上较常看到的是用布添的香袋仔，但是早年的香芳是用线毛、环毛出来的。线毛来印起来，印起来无，伊迄个会使冻久，冻较久，看要2年、5年、10年，伊加减冻的，佫会烧到有一个气味。上重要就是有辟邪、驱除辟邪的迄种功能安尼。店家表示，抓香芳是伫因爸爸迄代开始做的，到目前为止30多年来已经发出5-60万包。虽然手工包真够工，但是店家希望民众摕到香芳的时阵，毋若体验过节的风俗，嘛当感受到人情味。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就是因为有观众朋友会疼爱这个好戏，才会当搁再来连台。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每一年拢有一个大家出来演出，又搁开始啊。今年呢，以情义做主题，邀请5个剧团来演出，有歌戏，也有布袋戏。那甲这大家出来站头做好精彩，也有加入新的元素。6月29开始，就伫咧台湾戏剧中心要来好戏连台。南洋幽韵思过，名我不久。大家卖唱新唱歌出场，这是金光布袋戏甲真五洲掌中剧团合作的新布袋戏出6合群剧团，将要伫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今年的大家出在现剧展中演出。这出戏改编黄俊雄的经典6合3剧团，黄俊雄的弟子主演王义光，布袋戏过去伫外场内场演出，即马要入去剧场会加入无同款的元素，而且主角对三角变做群角，伊讲会有其他英雄来到闹热，大家当期待。即马入来室内。剧场式的，咱可能有一寡明火或者是一寡特技的部分，都有较限制。而剧情较紧凑，就是紧张、悬疑啊，各方面拢会比以往佮特别加当初安尼。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对2014年开始，每一年规划大家出再现剧展，邀集无同款的传统表演艺术团体重新搬演经典作品，并且加入新的元素。今年的总策划人讲，伊今年定情义守护为主题，是因为布袋戏歌戏内底有真侪讲情讲义的内容，伊想要将传统戏剧中的温度重新搬互现代观众看。我细汉看伊的时候，我特别来看到这，我嘛感觉这对我有一个潜移默化。这潜移默化，我感觉对世道人心有相当的帮助啦。这个参与的剧团包括5个布袋戏甲歌戏团，
团艺中心讲，因每一档拢会竞出无同款的传统表演团体，协助因整理经典作品，重新搬上舞台，撇面式团。这工作需要大家共同的支持，嘛邀请民众做伙加入剧场看传统戏剧的精义，守护台湾的传统表演艺术。记者柯帅林玉凯台北报道。嘉义市的志航国小真用心来发展着这布袋戏的表演技术。那请台湾的老师教学生囡仔讲台语、写台湾的剧本以外，也有请专业的剧团教学生囡仔精后场的功夫，互志航国小在全国比赛当中拢摕到真好成绩。手提飞轮机的道具，学生当日排练搬按空军控制英雄高志航的故事。舞台顶有学生人红仔讲口白，舞台后阁有学生会弦仔拍鼓。指导的老师讲，学生真后场拢总爱学，才会当好好来传承这个文化。我感觉，互咱的囡仔呢，因为对家己的本土的文化更较了解，所以学校呢也嘛因为这个布袋戏，阮来做阮的校定课程。阮定义课来接手入来教这个志航国小的学生囡仔的时阵，阮第一时间就反映着讲，其实阮应该是爱甲专业的物件，甲刷入来伫学校，互学校的这的学生囡仔，伊会用透过这个方式一步一步来传承。除了真后场拢爱学，学校阁专工替社团安排台语文老师来教写台文的剧本甲口白，嘛教囡仔练口白或者是唱曲的时阵发音爱正确。有学生讲参加这个剧团交到好朋友，比赛阁摕到第1名。讲的时阵会无好讲，然后爱学足久的，搁爱背。互囡仔用戏剧的方式来学台语，其实嘛是一个袂歹的方式，因为台语文内底有，尤其是我剧本内底有押韵、有唱歌、有唱念，互伊安尼念起来会较上嘴。我感觉这是学习一个嘛袂歹的方式。即马嘉义市志航国小布袋戏社团的学生，拢会晓演这出小界学校号名由来的故事，而且高年有时间就去教较细汉的学生，延续学校的精神，嘛伫过程当中传承布袋戏的技艺。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台语路千主剧团的成员是由台语剧学团的家庭组成的。为了要让台语家庭在邀请过程有更较侪选择，因推出新的台语录音乐册，用因创作的16条台语囡仔歌，带囡仔做伙学台语，而且用试的就当听到这音乐，也有台语词，而且也有找台语家庭囡仔来配音，会当讲是一本大人囡仔做伙完成的台语教材。所以我用猫话甲讲不爱互你食，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猫仔话这条歌是台语路亲子剧团创作的台语囡仔歌，剧团的成员是台语共学团的家庭组成的。为着要推广台语，世界表演办活动，今年伊也推出第2本台语录音乐册，算看卖，内底拢总收16条歌，配合歌词画一幅主题图，互囡仔学台语词。笨色烫。只要对导样直接试落去，就会当听到台语发音，而且佫是找囡仔来配音。乐团的团长阿英表示，其实音乐册是真侪家庭斗出来才有法度完成的。阮伫咧邀请的过程当中，又佫发现讲，台语的资源足欠缺，所以阮就家己每一个人出家己的才能，像我是较会晓音乐，我就加写一寡歌，做一寡编曲，有的人较有画图的，有的人。较到做计划，反正就是大家做伙来完成这个任务。配合16条歌，参主题情景，要带囡仔学生活中常用的台语，亲像走开的驾驶、过车路爱看的交通标识等等，佫会当学算公路有偌侪铁马。体验过的家长表示，互囡仔听音乐学台语，其实效果真好，唔免点特别嘛，真方便。伫市面上无看到这种教材，大部分拢是爱有点图片，无你就是爱用手机扫迄个 QR code。你为啥囡仔会甲你讨手机去扫？你阁无想要互伊耍手机的话，恁就会无欢喜。伊这用手家己就会当使用是做直觉，而且因为伊有歌啦，伊的歌阁足好听。目前音乐册出版进程伫咧网络募资，这第4天已经超过目标金额的5倍，会当看出台语家庭追求多元教材有真强烈的需求。剧团表示，过来9月因嘛会办音乐会，嘛希望吸引真侪亲子家庭做伙来行台语路。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
宜兰到新竹对22度到26度。苗栗到云林对22度到28度。嘉义到屏东对24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4度到30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1度到27度。也个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